好真山居晒桃花開，咁啊取得連勝，咁啊上一次初三就 miss 咗個機會拉頭馬，今次就補翻數咯喎。好開心，好開心。因為賽前咧，阿 Tony 咧同埋 Angus 都有同我講過，咁佢就話有信心嘅今場。咁啊 Tony 亦都同我講話 good chance 嘅，咁所以我專登入嚟，咁啊睇一睇隻馬嘅表現點樣，咁頭馬好開心，好開心。隻馬記得你上季其實對佢好有期望，希望可以喺打比跑到好成績啊！咁啊，好可惜個表現就有少少同你預期有少少唔同啦。其實隻馬今季踏入5歲之後，你覺得佢隻馬喺邊方面嘅轉變有明顯唔同咗咧？我見到佢個狀態好咗啦。咁上季即係跑打比嗰陣時啦，咁可能仲爭少少火候，但係今季我見到佢連贏兩場之後，我見到佢嘅表現慢慢開始成熟。1600啦，今次1800嗰個路程都可以克服得到，我好開心。隻馬都同阿 Angus 阿鍾健良特別之後跑啊，跑3次100% 嘅上名，你點樣評價呢位嘅年輕嘅騎師咧？非常好，年青有為。佢其實係細過1年嘅啫，佢96年嘅，咁佢好後生，亦都好黑，夾到隻馬，好開心。我記得佢係跑過3次，應該係贏咗2次，1次第3嘅，個成績出咗嚟，個 data 加唔到人，非常之好嘅表現啦。咁啊，嚟緊隻馬加分之後都接近100分，都係時候會考慮進軍一啲嘅級制賽。係啊，我都希望佢跑級制賽啦。咁但係當然呢一個 decision 我交翻俾阿 Tony 哥去決定帶佢跑唔跑。但係我好希望佢即係有機會晉身級制賽。再一次恭喜晒新山，恭喜晒，多謝晒，多謝晒。